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0，诗篇86篇15节安尼讲：主啊，你是仁慈恩典的上帝，无快快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。三甲来祈祷。满有仁慈恩典，有丰盛慈爱甲信实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对创世以前就知影阮，对阮未出母胎就纪念阮，对阮一出世就引带阮，你予阮的一生拢伫你的手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赏赐美娘，予敬畏你的人，你要永远纪念你甲阮所立的约。主啊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你奇妙伟大，无人通比。世间的众人拢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称颂阿罗你的名。主啊，因为你是仁慈恩典的上帝，无快生气，有丰盛的慈爱甲信实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